哪里，并且要顾念对方的利益，满足双方的需求，然后要用恩典的态度来提及对方的过失。而这恩典的态度，在我们第8课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，就有提到3个原则。而这3个原则当中，要快快的听，好，要把福音给人，好，并且我们要学习用智慧的话语带来医治，而这智慧话语带来医治又有16个技巧，这是要学习用恩典的态度，并且要为对方留情面，给他面子，不要把他逼到走投无路，让他也气愤起来。然后呢，当对方产生合理的观点，他愿意善意回应的时候，我们要献上感谢，我们要献上赞美。这样是为了让这条商议的路能够延续下去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兼顾彼此的关系。这关系如果不兼顾，谈判破裂，问题永远悬在那边。就好像，所以为什么中国跟韩国，对不起，台湾跟韩国的这个意识情节这么样的高深？因为过去很多的问题都没有去商议，都没有去解决，导致旧账一直翻出来。甚至跟日本的关系也是这样，虽然有一阵子没有像各样的冲突，但是当冲突一发生之后，那个情节马上又出来了，因为没有彻底的去解决这些物质上伤害面临的问题。第3个步骤是 you 要 understand， 了解对方的利益，了解对方的利益。为了分辨这个利益是什么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知道利益。还有问题 issue 跟立场 position 这3个的不同。问题这个 issue 是什么？ issue 是可以被分辨出来的，而且是必须最具体的，它必须被陈述出来，以至于达成共识。在亚运会的这个亚台盟亚运的这个跆拳的这个 issue 上面， issue 应该在哪里呢？ issue 就是到底亚台盟应该做什么，亚奥会应该做什么，才不会造成杨淑君的损失和不公平的判决？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 issue。但是 position 立场是什么？立场是一个渴望达到的结果，或是在这个问题上面能够有一个清楚的看法。对于台湾的这个代表来说，就是希望亚台盟应该道歉，并且要把这个金牌还给杨淑君，这是我们的 position， 我们的立场。但是对于这个亚奥会、亚台盟，他们的立场是什么？他说裁判的判决已经决定了，这个裁判的判决不能善意更改，因为这是大会的规定，办法游戏的规则。他怎么样在这个规则上面要保持他的地位，这是他的 position。第3，利益 interest 会使人产生出一种动机，而这动机可能就是人所关心的、渴望得到的、他所需要的，或是他所看重的事物。对杨淑君或是对这个台湾的奥运代表来讲，他们所的动机就是要得到金牌，因为得到金牌，他们才能够取得进入奥运的资格。他们取得奥运资格，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世界的比赛当中能够为国争光。所以动机这个 interest 就是一个寻求更高的尊重、更高的肯定。可以透过这个事件，如果我们要真的要去认真去处理的话，应该要寻求怎么样让杨淑君能够受到肯定、受到尊重、受到表扬。而亚奥呢，他们也应该要寻求的是动机是什么？当亚奥会他们能够公正来处理，亚奥会他们的在国际的地位、在亚洲的地位才能够巩固。如果这个事件造成他们不公，或许他们在国际的地位当中就受到动摇。所以亚奥会也要寻求公正的处理，并且能够获得世界奥运的肯定，这是他们的动机。透过这样的动机，能够来寻求双方的利益在什么地方。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了解对方的利益、还有立场和问题3个这个交杂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往往会发现，当立场不同的时候，就会让问题更加严重。但是，当人若专注在利益，而不是专注在他的 position， 就容易发展出双方都能接受解决的方法。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例子，就是拿巴的妻子亚比该。这段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5章23到31节。这段记载是当大卫他受扫罗王逼迫的时候，带着600个勇士在旷野里面躲藏，而他也来到了这个拿巴是个有钱人，他有4000只的羊，他有很多的财产，而大卫在旷野当中并没有来夺取这些拿巴的羊，因为他有600张的嘴巴要喂饱。可是呢，他反而来帮助拿巴保护他的家园。
而当大卫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呢，他派了10个少年人来寻求拿巴的协助，说拿巴，你可以给我们一些食物，因为我们过去也这样子来帮助你，并且让你的一只羊都没有减少跟损失，并且大卫也非常谦卑的说，我非常的尊重你，我就像是你的儿子一样，我是你的儿子大卫。但是呢，拿巴的回应却是说，大卫是谁啊？耶西的儿子是谁啊？最近背叛主人逃出来这些奴仆非常的多，好，这些人我根本不会去满足他们的需要，就否定他，拒绝他，并且羞辱他。这4个少年人把这信息带回去，大卫非常愤怒，就命令说，这400个人拿着刀背着刀，大卫自己要背着刀。明天天亮以前，拿巴家中若有任何的男生存活，愿上帝重重的惩罚我。他意思就是要去杀灭所有拿巴家中的所有的男丁，包括仆人。而当拿巴的妻子亚比该收到通风报信，知道大卫他准备要来进行报复之后，亚比该他用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方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，所以他马上派人送了饼、送了酒、送了葡萄干、送了无花果的饼送去，然后他自己也跟着去。然后当他在路上遇见大卫的时候，他马上伏跪下，在大卫脚前说：“主，我的主啊，愿这个罪归我，容你的婢女向你进言。主啊，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话，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。”他自己是一个有钱人的太太，但是他却匍匐在大卫的脚前，并且他设计了一场精心策划的一个请求。他在话语当中不断的对大卫表达尊重，并且他的每一句话让大卫听了都是为了他的利益着想，甚至他在这当中暗示，你是上帝所要拣选、上帝所要膏抹的人。今天你若手流了人的血，这罪必在你的身上，耶和华的祝福就要离开你，就会离开你。而在那当中，因为愤怒让大卫看不见自己的利益，他原来对他有益处的，因为他躲避扫罗王，而且他甚至有机会杀扫罗的时候，他连扫罗王的一滴血都不敢去得罪他。但是今天他却可能要杀光拿巴家的几百个人的血，流出几百个人的血出来。但是呢，亚比该却注意到大卫的利益，所以来提醒他。所以当大卫被提醒之后，他马上做出了善意的回应。大卫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神是应当称颂，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。亚比该，你和你的剑士也应当称赞，因为你拦阻我亲手报仇，流人的血。所以我听了你的话，准了你的情面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。”所以亚比该运用他的智慧而来解决一场可能的冲突，而这冲突的结果，可能拿巴他也受害，而大卫他也受损害。当然，这故事的发展就是拿巴当他知道这件事情，隔天早上他醉酒醒来之后，他太太跟他讲，他就魂不守舍，身体僵硬如石头。10天之后，拿巴他就过世了。上帝依然用他的方式来回应大卫他的受的冤屈。但是呢，传道书告诉我们，智慧胜过勇力。在亚比该的这个事件当中，让我们知道，或许大卫可以用武力、用拳头去解决问题，因为他绝对可以解决，但是所留下的伤害更深，失去的祝福更多。但是当我们能够运用智慧、谦卑，你愿意寻求祷告、寻求帮助，按照这个 PAUSE 的原则，你就能够把问题解决，并且得到双方的发展。所以最后亚比该当拿巴死之后，亚比该被大卫娶为妾，娶为第2个妻子，并且呢也受到了大卫的祝福，也在亚比该的身上。这是在圣经当中让我们学习的。所以我们可以去列出，在寻求对方的利益、了解对方的利益这个事情上面，我们可以去列出自己的利益在哪里，别人的利益在哪里，并且在我们第一课里面所学习的，冲突带来机会。冲突带来机会，什么机会呢？荣耀神的机会，服侍人的机会，还有更像基督的机会。我们把它列出来，这个机会我们要把它列出来。亚台盟事件、亚运跆拳的事件，我们能不能让这个事件最后变成一个荣耀神的事件呢？我们能让它变成是一个服侍人的事件呢？能不能让它用更有智慧，能够更像基督的一个方法啊，让这事件能够来让基督得着，我们也学习更像基督呢？所以必须要记录，并且要让彼此的利益都能够公开表达出来。我有什么好处，我让你知道；
你有什么好处，你也让我知道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利益若不公开表达出来，就变成是勾心斗角，就变成是暗地为自己的私意，更容易引起误会和争执。这是第三 ，understand 要了解对方的利益。第四，要去寻求创意的解决办法。寻求创意解决办法，要去 search for creative solutions， 去寻求创意的解决办法。而这个寻求的过程是要来自于自发性。我们不可能用亚比该的方法来解决亚台蒙的事件，因为那不是创意。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这个时代，在我们这个环境，在这个氛围当中，寻求一种自发性的，并且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被鼓励说出他们心内的想法。在合作性的商业当中，彼此都要有这样的共识。你的想法可以表达，而且当你说出你的想法，这是允许的，这是可以的。不能禁止对方说出不让他说出他的想法，那这样的合作的关系就破灭。并且在这个合作性的商业当中，创意必须任何的想象力和创意都应该要被鼓励。我们去思考另外一种方法。当杨淑君他可能没有办法得到亚运的金牌，我们是不是能够颁给他另外一个奖牌、另外一个奖项来肯定他？你要去寻求其他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解决的方法。当我们提出来，虽然这个方法可能行不通，但是你还是可以提出来。而且当你提出来之后，我也感谢你，我也赞美你，谢谢你提出这样的方案。不要马上否定，不要当对方提出一个解决方法的时候，马上去否定他，这样是没有办法让关系延续下去，关系很快就引起紧张。第三，避免去假设你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，反正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方法能解决，就是你要道歉，就是你们要把金牌还给我们。如果我们预设立场已经是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子这些问题就会非常的僵硬，而且可能会延宕非常的久。我们必须来去耐心的向对方来解释，去用有创意的想法和想象力来帮助对方解释。当这个问题解决之后，对你们的亚台盟，对你们的亚奥会有带来什么样的好处，带来什么样的利益，我们要寻求这个路线继续去解决。最后，在 PAUSE 的原则当中，就是要 evaluate， 要去客观的理性的评估 evaluate 解决办法，要去客观理性的来去评估这些解决的办法。如果我们让这些协商落到勾心斗角的地步，那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就通通白费。所以刚才有提到，当你有利益要让对方知道，对方的利益也要向你表达出来，不要变成是台面下，然后不让对方知道，要能够陈述你的诉求在哪里。此外，要尽可能的引用陈述适当的事实、正式的规则规定、专业的报告，求助于专家或受人尊敬的辅导。所以在昨天台湾代表第四的协商当中，他们就提供了各样的资料、影片、照片，提供各样的规则，甚至这个厂商提供的这个说明书等等，这些你都要通通都要附带上去，因为这些会对你成为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陈述的要件。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专家，或许你可以找到的话，你可以找到世奥会的，你可以找到其他国家的这些代表来帮助你的立场的时候，受到尊敬的时候，就能够让这个问题更容易来解决。所以我们要再看一个例子，就是但以理。但以理他在被掳的时期当中，去到了外邦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下，他和他另外3个朋友被挑选出来，要训练成为尼布甲尼撒王手下的这个办事员。所以他特别挑选这些俊美的、有知识的、有才能的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吃的膳，每天给他们一份同样的膳、同样的酒、同样的肉、同样的菜，然后呢，这样喂他们3年，把他们喂得这样扎扎实实，然后训练他们各样的知识智慧，各样的这些巴比伦的这些律例，因为巴比伦是当时世界最强的国家，他训练他们，然后让他们这些被挑选出来4个犹太青年，可以在巴比伦来服侍这个巴比伦王国。所以这个太监总管叫亚斯毕拿，好，他就去到了这个但以理说王的要求，而但以理他就面对他的困难，因为他知道王所吃的每一个膳食都是祭拜过偶像的，当他吃的这些不洁净之物，他就得罪了神，他得罪神，他就失去跟神之间的关系和祝福。所以但以理他也
因为他又是一个被囚的一个囚犯的身份，被掳的身份，他几乎没有什么样的力